台南市今年是第二档参与米其林指南的评鉴，除了延续创办的26间必比登推介店家以及17间热选的餐厅，这次还有10间必比登推介店家以及3间成热选的餐厅创办，总共56间美食店家得到各界肯定。市长黄伟哲也以颁发奖状，感谢因将台南的美食推向国际。那首先先邀请东江台菜、海味料理，那继续是我们八宝冰圆仔会我们吕老板。今天有36家必比登，20家入选，总共56家，有来了20多家，那可见事实上大家对于怎么样更精益求精有非常多的这个想法。那尤其今天没有到场的，不是他们不关心，也不是他们不在意，他们当然在意，要不然这个入选的怎么会那么开心但是我们可能会逐一的对于这些已经入选或是进入必比登，明年还能够持续留在榜单上，而且呢还有许多市民朋友高度推荐的，但是今年没有入选或者进入必比登的，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辅导。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那也希望能够所有的入选跟必比登餐厅，我们能够精益求精。那也希望大家更喜欢来台南，更爱台南的美食。台南国际美食论坛12月6号将在台港文化中心盛大登场。论坛会邀集7位美食领域专家学者联合开讲，包含台南出席饮食文化研究者冯中田、世界调酒冠军吴英宪、2023米其林绿星餐厅主厨李义燕、Solo Pasta 主厨王家平、美食界妈祖婆高敬玉、饮食文化学者徐仲、感想家的主厨海曼定。主题分别以山丘甜味、平原甘味、加沿岸海味作为主题，交流丰富饮食观点，欢迎餐饮业者以及对美食有兴趣的市民大众做伙参与。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